天氣不穩定，這屏東的雨降我是落甲擦擦落，包含着這東港、南州、嘉東這儕所在呢，攏袂輸，是因為這雨水袂赴透，規個是倒激起來。就算呢有加派這抽水機來抽水，猶原是淹到骹頭區遐爾懸。啊，若佇咧山區的西仔鄉呢，有2個鐘頭，因為水崩山紅色警戒已經強制撤離195個人咯。另外，崁頂的這個江東村呢，也因為這淹水淹到車路袂得過，民眾就愛駛農機出來倒載物資，也閣倒大油。大水雨一直落，民眾坐鐵外車載油桶出來打油，因為屏東崁頂江東村的對外道路已經予水淹甲看袂出來路佇倒位。村長講，江東村已經淹2天啊，官府加派抽水機咧抽，甲呾莊內積水也是淹甲骹頭區懸。因為車無在條件，即陣出入敢若會當靠鐵外車。目前莊內有上千人，物資的方面暫時無問題。這是抽水機，他們的油不夠啊，他們自己的車也不能過去啊，所以就請我們村裡在農忙的這些農機幫忙一下運作，這樣。另外，山區的西仔鄉遮，因為2天攏總落超過600毫米的雨，中央對內西川、甲南勢川發布土石流紅色警戒。公所26透早隨進行強制撤離，一戶一戶去確認，甲195人安置到收容所，避免發生危險。可以先擠一下，如果真的都沒有辦法降，3大馬祖天氣是還好，但是沒有降，我們還是一樣要堅守崗位。沿海的鄉鎮這2天嘛，因為雨水上高，真儕莊頭攏浸水。其中東港的東新里，就算26透早雨轉細水，也是繼續漲懸。里長找無現金，只好先甲車路封起來，提醒過路民眾注意。嘉東的江園甲南州的萬華，攏因為排水系統消透袂利，水倒灌入來。就算縣府加派抽水機來支援，規個水也是淹甲骹頭區懸。縣長周春美表示，現階段以減災甲復原為主，各地有啥物需要，都會當通報應變中心。在我們有一些村莊積水淹水還沒退，我們趕快有一些物資的救援哈，還有協助。那公所這邊也要呼籲大家有需要我們的國軍的一個協助的話，趕快來申請哈。因為逐條大排河流的水櫃攏是甜的狀況，一寡地勢較低所在都較高倒激，造成淹水。26個全國雨水量頭3名又擱佇屏東，官府嘛提醒大家愛隨時注意天氣變化，做好防災準備。記者郭明哲、柯家族、邱超用屏東場報道。